等咗10年，終於起好啦！1萬步去大邊度 ？Let's go！ 如果有 follow 開我，就知我喺九龍東呢邊行過東面、西面都行過。嗱，未探索晒嘅，但至少有去過下嘅。但係北面對嚟講，真係大佬，全部都係山嚟啊！我哋呢啲係觀塘大嘅人呢，細個會講笑話，秀茂坪係半山區啊！大佬1萬步點行上去啊？我決定搭呢一條全港第3長嘅扶手電梯上山。香港頭2名長嘅電梯就係海洋公園嗰條啦，同埋真係半山嘅嗰條。秀茂坪呢12組上山嘅電梯真係少癲啊！係由觀塘翠屏一路上到去安達臣嘅。如果要行路呢，我計過大概要行58層樓呢先至可以上到去啊！嗱，政府嘢呢好難得係會做好個 branding。呢個 project 咧叫做宜上宜落，令成個建設咧多咗份活力嘅。不過我唔係好知經營呢一個 brand 會有啲咩延伸咯，唔通會喺個電梯嗰度搞活動咩？By the way，呢個一定係2025年我最喜愛嘅10大基建之一啊！唉，搭電梯都搭到攰啊！舉步兵咁行1萬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